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·海利严厉谴责了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，呼吁中共政府早日结束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，释放无辜被抓捕或关押的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。据土耳其官方媒体报道，7月26日，土耳其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巴伊拉克表示，中国工商银行向土耳其能源和运输部门提供了36亿美元的贷款计划。据报道，在约旦河西岸，有2名意大利活动人士将阿海德伊提米米的画作《巴勒斯坦勇敢的女孩》绘制在隔离墙上。该画获得了汉达拉勇气奖。巴勒斯坦活动家表示，这2名持有不同政见的意大利活动人士被拘留在玻璃痕式的隔离墙内。据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，特朗普总统26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威胁，土耳其拘留1名美国牧师近2年时间，若不再释放，美国将对其实施重大制裁。该起案件的发展让土耳其和美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张。这名美国牧师名叫安德鲁·布鲁森，此前被土耳其指控涉嫌恐怖袭击，被监禁2年。在特朗普做出强硬表态的前一天，布鲁森刚从土耳其监狱中改为在家中软禁。对于美方的威胁，土耳其外长随后回应表示，没人能指使土耳其，也绝不容忍任何人的威胁。路透社7月28日报道，近期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不断恶化。为打击伊朗的区域扩张，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与6个海湾阿拉伯国家、埃及和约旦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和政治联盟。该计划暂时被称为中东战略联盟，也被白宫官员称为阿拉伯版的北约，可能会在10月12日至13日与华盛顿举行的峰会上进行讨论。埃及开罗法院在一起大规模审判案中判决75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，理由是2013年参与了伊斯兰主义总统穆尔喜被推翻后，埃及国内的流血抗议运动。